俾多2個人幫手去整啲燭啦、蠟燭啦。師傅呢條係結界，係，我哋攔咗佢咧，一個保護線嚟。其實我哋真係用道家啲捆仙索嘅方式咧，但我哋係俾鬼咧，即係話俾靈界唔好俾佢越過呢條線咁解嘅。作為一名常年與詭異現象打交道嘅師傅，我曾參與過無數次詭異事件嘅調查與處理。而喺老撾同埋泰國邊境2條猛鬼公路嘅經歷，至今仍讓我心有餘悸。起初，我哋攝製組喺老撾聽聞連接中泰邊境嘅一條公路邪門異常。據當地人講述啊，喺好耐以前，一個女仔遭遇車禍，司機尋嚟村民幫手嘅時候，車輪下只係淨血跡同埋浸透鮮血嘅衫，女仔卻消失得無影無蹤。關於此事有2種講法啦，一咧係女仔本就係詭異嘅存在，因此自行離去；二係俾當地巫師帶走。此後呢條公路交通事故頻發，就喺我哋出發前冇幾耐，仲有一架旅遊大巴仲喺度撞車，司機俾車頭夾住之後離奇失蹤，最終被確認身亡。就喺大家聽嘅入神嘅時候咧，車裡面嘅人咧突然間佢就話喺加油站下方3根燈柱處似乎有唔明白色物體嘅。我見到油站再對落嗰3條個燈柱，我見到有個白色個唔知男定女咁企喺度。其實當阿欣咧指住呢個遠處嘅燈柱咧，講出白色物體嘅事之後咧，我心中就已經警鈴大作。我眾人聽完之後咧，佢想要折返查看，耐唔住佢哋嘅請求㗎。我點頭同意啦，但出於職業習慣咧，我都係攞出咗羅盤嘅。結果羅盤上面嘅指針咧，如風咗般飛速旋轉，幾乎要衝破盤面。我神色凝重咁對眾人話：此地磁場極強，貿然行事，不僅我哋有性命之憂，仲會連累過往車輛。但係大家嘅好奇心同埋拍攝任務嘅壓力，使佢哋唔願意輕易放棄。無奈之下，我只能採取折中嘅方法，答應帶佢哋去追尋另一條令人聞風喪膽嘅猛鬼公路。到達目的地之後，雖然已經係黃昏時分，可公路上瀡漫住不尋常嘅壓迫感，仲係迎面而嚟。附近居民談及此公路，更係面露驚恐。我嘅解講嘅嘢。哦，我師傅啊，其實佢咧就話咧呢條公路咧就好多車禍㗎，咁佢都知㗎。佢差唔多入黑咧，佢就慢嘢就走㗎啦。佢夜晚咧就好得人驚嘅。隨後我哋揾到咗附近嘅寺廟主持，從龍寶大師口中得知，呢條公路嘅詭異，竟與佛寺門口嘅百年大樹有關。哦，係呢度啦，冇錯。師傅啊，龍寶大師就講咧，呢度咧出面嗰2棵大樹咧，就綁咗好多嘅法器喺度嘅。咁主要原因就話呢度咧嗰個意外成日都有嘅，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咧嗰棵樹咧係有靈氣嘅。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做啲法事嚟包咗佢咯。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ของศักดิ์สิทธิ์อย่างหนึ่ง。佢話嗰個有人見到個形態咧，就唔係一個人嚟嘅，見唔到嘅，即係見唔到有一個人嘅形狀。咁但係咧會見到有啲嘢飄過。龍寶大師仲話俾我知，每到夜晚便會有黑影喺樹間飄忽，甚至仲會引發慘烈嘅車禍。多年嚟試圖砍樹嘅人都遭遇不測，就連寺廟用佛像鎮壓都無濟於事。我望住嗰2棵枝葉扭曲如鬼爪嘅大樹，太陽穴突突直跳，一股強烈嘅不安感湧上心頭。雖然龍寶大師極力勸阻，但係大家卻渴望同呢棵樹裏嘅住客接觸。我雖深知此地危險重重，仍然決定一試。其實從風水角度睇，大樹已滋生眾多詭異，仲擋住轉彎處視線，形成死門格局。從現實角度講，我哋喺路邊活動，極易引發交通事故。但係大家熱情高漲，我只好制定周密計劃，喺4棵樹下擺放鮮花、香燭，用類似道家捆仙索嘅方法設置界限，防止靈界之物越界。俾多2個人幫手去整啲燭啦、蠟燭啦。師傅呢條係結界，係，我哋攔咗佢咧，一個保護線嚟。其實我哋真係用道家啲捆仙索嘅方式咧，但我哋係俾鬼咧，即係話俾靈界唔好俾佢越過呢條線咁解嘅。阿 Ben，幫佢拆地氈先。阿 Ben，行翻入嚟個圈嗰度開始拆。就喺一切準備就緒嘅時候咧，阿笨突然神情呆滯，無視眾人勸阻，走向危險區域。我大喊阻止，佢卻毫無反應。我意識到呢個係磁場干擾，屏蔽咗聲音，於是急忙將佢拉翻安全區域。你個頭已經痛晒啦，係嘛？嗱，企都企唔到，企翻入邊，即刻企翻入去入邊，剩翻嗰2支等我嚟放。同你講啦，叫你唔好行出去啦。都同埋咧，聽，我哋成排人要你喎。我都聽唔到你哋講頭先。因為呢度咧
音界嘢而家好重，因為呢條煙你太重啊，佢係門閉俾你唔聽到啊。行到咁遠上嚟一路再上嗰轉彎咪好危險㗎嗰度。一切就緒之後，我哋喺路邊靜靜等待，現場氣氛愈發壓抑，我嘅心跳快得好似係要衝出胸腔。我能夠清晰感受到無數陰冷嘅目光正死死盯住我哋，周圍嘅溫度驟降，哈出嘅氣瞬間形成白霧。唔搞，乜都唔搞，等佢舒緩下，冇影響我啲，但我哋唔慘。儘管眾人誠心上香化寶，可嗰股壓迫感卻如實質咁越發沉重，空氣彷彿都被抽空，俾人喘唔過氣嚟。突然，我後頸嘅汗毛全部豎起，一種強烈嘅危險預感襲來。遠處嘅黑暗中，似乎隱隱有黑影喺快速移動，朝住我哋嘅方向逼近。我察覺到情況不妙，深知此地不宜久留，趕忙吩咐眾人盡快撤離。雖然未能夠確切捕捉到詭異現象，但係嗰兩條公路上充滿嘅詭異氣息、難以解釋嘅反常狀況，時刻提醒住我，呢度嘅奧秘與危險遠超常人想像。